继续关心移民署最近有要求伫台湾定居住伫台湾的中国配偶，爱提供失去中国户籍的证明，这是有引起讨论，嘛引起一寡人不满。就中国配偶即马表示，伊伫台湾已经住要30年啊，嘛已经10多年拢无登去中国啊，即马常常爱伊报警，互伊感觉是真无奈。陆委会伫昨昏嘛公布4种情形，讲这4款会当来签字挂保证，当作替代方案。内政部移民署要求伫台湾定居的中国配偶，都要补交失去中国户口的证明，若无就会撤销在台定居证，引起社会议论。有一个中国配偶张小姐，已经无奈表示，伊20岁就过来台湾，伫台湾定居要30年，而且伊已经10多年无登去中国，收到要求报警的通知，只好是赶紧联络伊伫中国的亲人，看敢会当协助申请。会觉得说哇，怎么会这样？让我蛮跌破眼镜的，因为我已经14年没回去了，几乎我人生一大半的时间，26、27年都是在台湾生活的。那你现在叫我回大陆去除籍，我说实在的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是不是要去哪边办。对于已经在台湾常驻久安、奉公守法且认同中华民国之成为陆籍身份者，若有文件申请的实质困难，政府绝对会依法保障权益，不需要过度担心。移民署指出，个案实际上若有无法度克服的困难，已经伫官方网站建地专区提供 Q&A 回答，而且增设专属的服务信箱甲电话。若国民党团早起开记者会呼吁执政党，无应该利用行政手段来霸凌特定的族群，清早的工作应该全面重点，而且检讨相关的措施。政府依法行政。那如果说要政府暂缓的话，那也要提出法律上的根据。我们是为了让想留在台湾的人都能够留在台湾，所以才会先发通知书给大家。陆委会表示，报警的通知目前已经发出12000多份，详细嘛公布中国配偶会当以挂保证来查做失去中国户口的替代方案，包括去中国恐惊有人身安全疑虑的人，因为重大伤病、行动不便的人。104年1月7日开始都无去中国的人，也有伫中国出事了后，就随转来台湾定居，而且主张前到他毋捌伫中国徛户口。经过主管机关认定这4种情形，陆委会强调讲，未来若去互查到有违背挂保证的内容，而且去中国的人，都要交拄好的文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